非常好，我们在吉隆坡发现一家喝凉茶特别正宗的地方。然后这个位置呢，旁边有很多的中草药，所有的凉茶全部都是用中草药去熬制出来的。然后也希望大家来吉隆坡可以来这样的店里头，然后可以体验一下马来西亚的凉茶。可以看一下这个龟苓膏，然后熬出来的龟苓膏，它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非常丰盈，非常好。这家凉茶铺子呢是三代的一个传承，所有的工艺全部都是用中草药去熬制的，而且还上了这个本地的报纸。老板，我们的老板是华人，对，有时候他们看到他们生病了，咳嗽啊，一些不舒服啊，嗓子痛啊，就是叫他们你来喝凉茶。输出他们有时候是不接受，因为苦嘛，但是他们喝过以后就感觉很舒服呀，不需要一点点的问题就要去看医生啊，也省钱啊。他们也懂得吃中药，也是老板叫他们，例如好像他们一些比较复杂了，可能发烧了、感冒了有感染了吃中药这个效果是很好。然后我们回去也会就不断的让身边人来马来西亚人马日游的时候，也把钱都花在华人身上。其实我们的马来同胞、印度同胞有被吃中药当然他们也是可能他的一些朋友喝凉茶或者吃中药，然后他们也想体验一下，对这个效果。大家来到马来西亚一定要记住